一般民众来到七股，拢会想到知名的景点盐山。为了迎接2023年，七股盐山特别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盐弹写的独白，以着阳光为蓝图，规划打盐送堆的动作，甲盐山融为一体，希望传承盐港建业的正能量。装置艺术的主题今年是以盐弹下的独白为我们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老盐工，过去其实晒盐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它怎么样子让海水进来之后呢，晒成所谓的可以吃的盐，我们称为白金。过去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资盐曾经也是所谓的过去曾经有盐官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机关但是盐现在呢，因为所谓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很多的盐会进来，可是它传承了很多过去，尤其是南部西南沿海地带的一个过去的文化，这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装置艺术呢，能够让这样子的盐业文化呢，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个对它的一个重视，也是延续台南这边呢盐乡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座高5.6米、宽7.3米，号名盐弹写的独白大型装置艺术，日前嘛正式来亮相。搭配拍盐的道具，有盐铲、盐炉顶，让民众会用体验传统拍盐的辛苦。搭配环境教育认证系统的导览，未来还佫规划台湾盐业的档案特展，希望民众做伙来亲近盐山，认识盐业的文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